中山獨棟別墅全新裝修，一日都冇入住過嘅，歡迎各位收睇我嘅頻道，我係灣區字馬明。今日嚟到港澳後花園中山三鄉鎮中心，介紹一套全新裝修，一日都冇入住過嘅獨棟別墅，介紹到俾大家去參考嘅，總價唔貴，500萬出頭就可以拎包入住，因為入邊所有嘅嘢全部所見即所得，家私家電全部齊，買啲生活用品就可以拎包入住嘅。呢個獨棟別墅前後左右都係有花園包裹住嘅，而且成個花園該硬化嘅地方全部鋪好晒，該軟化嘅地方都幫你哋種好晒綠植喺度噶啦。呢個別墅真係省時省力省心。稍後我哋會將來龍情況全部一一展示到俾大家去睇。如果大家覺得500萬有價值嘅話，不妨實地過嚟睇下。如果覺得呢個別墅唔值500萬嘅話 ，OK， 我哋仲有其他貨介紹到俾大家去參考嘅。啱先片頭係後花園嘅位置，而家企喺呢個位置係呢個獨棟別墅嘅前花園位置，全部做好晒硬鋪，包括軟化嘅地方都做咗羅漢松，包括其他綠植喺度嘅。咁正式翻屋企呢，係需要行步梯翻到自己嘅別墅入邊嘅。目前停車只可以停喺別墅嘅門旁邊，如果想將你哋嘅愛車停到花園入邊嘅話，就要將呢個門口花少少嘅成本，將佢整一個斜坡，一腳油門就可以翻到你哋嘅別墅入邊啦。如果想做為電動嘅話，好簡單，好輕便咁樣將佢換咗佢就 OK 噶啦。翻到去休息區就係呢個歐式嘅門口入去啦。咁接落嚟呢，我哋就通過入邊嘅視像展示到俾大家睇嘅。欣賞完咁靚嘅圍合式花園，我哋而家行到入呢個獨棟別墅嘅來龍情況，展示到俾大家參考嘅。主要係地面3層，一樓主要以會客廳、餐廳仲有廚房、長者房為主嘅。我哋而家通過呢個視像都見到啦，哇，真係做到四面採光㗎。呢個會客廳同隔離嘅茶室，啱先我哋用米尺去度過，開間係有8.5米嘅長度嘅，非常之闊落。接落嚟呢個獨棟別墅，我哋而家見到所有嘅嘢全部都係所見即所得，啱啱裝修好完工1個星期嘅啫，非常之新淨嘅。成個裝修設計非常之年輕化，哇！我相信好多年輕嘅朋友都會愛上呢種溫馨闊落嘅感覺嘅。咁我哋平時坐咗喺呢度啦，連大電視全部都同你哋配備好晒嘅。如果平時喺出邊翻到嚟攰咗，攤喺沙發嗰度睇下電視睇下電影，仲使乜去電影院呢？仲可以望到出邊嘅後花園嘅園林綠化，呢種鬆弛感嘅生活真係恨都恨唔嚟啊！會客廳同餐廳之間係做咗錯層嘅形式喺度嘅，咁呢個餐廳啦，仲係做咗一個中空層嘅設計㗎，上邊做咗一個滴水型嘅氛圍燈喺度啦，哇！呢種感覺真係非常之溫馨啊！成棟別墅一共係有4個房間嘅，如果覺得4個房間唔夠嘅話，呢個中空層鋪平佢就可以做到5個房間嘅使用㗎。平時食完飯仲可以行到呢個位置嘅茶室喺度飲下茶嘅，哇！一邊嘆茶都可以一邊睇電視之餘，仲可以睇到後花園嘅園林綠化嘅。呢個別墅真係我都唔知點樣去用語言去形容佢啦。雖然賣到500幾萬，但係所有嘅裝修設計用材用料係非常之對得起呢個價錢嘅。咁正式返屋企嘅位置究竟喺邊度呢？就係餐廳對開去呢個位置啦。我哋通過視像過嚟睇一下。呢度對開去咧係呢個獨棟別墅入門口嘅前庭位置，咁然之後行到呢度咧係入戶玄關位嚟嘅。因為我哋用咗一個反攝像嘅視頻去拍攝，其實呢個入門玄關位咧係做咗一個歐式嘅設計㗎。平時風吹日曬，絕對唔會擔心啲雨會飛到入嚟呢度㗎。雙門打開嘅。鋼格防火門質量都係非常之好嘅。返到屋企開門嘛，將你哋嘅生活物品放喺呢個鞋櫃嘅位置就 OK 㗎啦，係成排牆嘅形式嘅，做咗好多層嘅儲物空間喺度。
幾代人嘅鞋都已經係足夠容量㗎啦。返到屋企放完生活物品之外啦，如果買咗餸嘅話 ，OK， 行到去呢個位置就係1樓 U 字形嘅廚房，全部都係新嘅。首先，雙門打開嘅大冰箱，海爾品牌。咁海爾品牌咧已經喺我哋國內家電行業嚟講，已經發展咗幾十年嘅歷史，質量係非常之好嘅。廚房3件套全部都係新嘅，包括儲物櫃都同你哋做咗好多格喺度嘅。如果中意做蛋糕啊，或者係中意烹調嘅朋友咧，呢個廚房已經係足夠晒使用空間嘅。呢邊係屬於中廚嘅位置，呢邊係屬於西廚嘅位置。如果需要煎啲牛扒嘅話咧，可以擺上去就 OK 嘅啦。因為通電嘅插口啊，全部都係做好晒嘅。而且呢個廚房啊，佢個採光都係非常之通透㗎。見唔見到嗰個採光窗啊？係望住別墅嘅前庭位置嘅。咁1樓嘅長者房咧係轉角位呢個空間啦。並唔係套間房嚟嘅，需要行到房間出面轉角位呢個淋浴間就係1樓嘅公共衛生間啦。OK， 再轉入嚟呢度啦，1樓嘅長者房，該有嘅嘢全部做好晒嘅，風管機啦，仲有採光窗啦，採光窗都做好咗防蚊網喺度㗎。咁景觀咧都係望出邊嘅前庭位置嘅，床褥都已經同你哋做好晒㗎啦。咁到時候咧買個木框喺度就 OK 㗎。衣櫃成排牆都打造好晒嘅。咁1樓咧大致上係咁樣嘅來龍情況啦。但係呢個別墅唯一缺點就係冇電梯啦，需要加裝電梯嘅話咧，可以考慮喺後花園嘅位置。咁呢個扶手用咗加厚嘅防爆玻璃嘅，大家可以睇下呢個闊度啊，非常之闊嘅，安全指數非常之高。咁2樓咧主要係做咗2個套間房嘅設計啦。呢個過渡係望到下邊嘅餐廳位置嘅，片頭所講嘅餐廳中空位就係呢個位置啦。OK， 我哋去欣賞一下2樓第一個房間，1.8米嘅大床，仲有床後邊嘅背景牆全部都係到位嘅。咁呢個房間嘅景觀咧係有少少缺陷㗎，係望對面鄰居別墅嘅位置。如果在乎隱私性嘅話，可以喺網絡買啲磨砂膜喺度貼落去嘅話，人哋係睇唔到你，但係你睇出邊係非常之清晰嘅。如果唔知道點樣買嘅話咧 ，OK。阿明可以幫到你。另外呢啲窗簾啊，全部都係新嘅，拉過嚟俾大家去睇下啦。做咗2層嘅窗簾，行到入嚟嘅感覺非常之溫馨。加上上面嘅筒燈氛圍燈咧，同呢種房間嘅搭配真係恰到好處嘅。再行過嚟呢個位置啦，係房間嘅衣帽間位置，7字形嘅設計。裏邊嘅容量都係非常之大嘅，無論有幾中意買衣服都好啦，都已經係足夠晒㗎啦。如果覺得呢個衣帽間嘅衣櫃仲唔夠用嘅話，啱先嘅休息位置咧，仲有好多個地方俾你去打造衣櫃嘅。咁淋浴間咧就喺呢度㗎，已經幫你哋做好新嘅浴缸喺度㗎。1.6米嘅1.7米嘅朋友，呢個浴缸咧已經係足夠使用嘅。如果係1.8米以上嘅朋友咧，就要重新訂做一個大啲嘅浴缸先 OK 㗎。咁呢度咧係淋浴區嘅位置啦。咁呢個淋浴區咧都已經係做好晒玻璃喺度㗎啦。咁平時喺入邊淋浴啦，關起呢個門嘅話，啲水就唔會話飛晒出嚟嘅。呢個咧係智能新馬桶。咁呢度咧係儀容儀表嘅位置啦。咁樣嘅裝修設計係咪發覺非常之細心呢？又係咪發覺真係值得500幾萬嘅？OK， 我哋而家再去欣賞一下2樓第2個房間。呢個房間佢會更加闊落嘅，2米幾嘅大床，左右兩邊。仲有咁多空間俾你去活動嘅，仲有咁闊落嘅空間喺度嘅喎。咁平時瞓醒啦，喺呢度都可以做下瑜伽，或者係放個跑步機喺度。咁喺呢個房間都可以1房幾用嘅。咁呢個房間嘅朝向咧係東南嘅朝向，係望到呢個獨棟別墅嘅後花園嘅位置。啱先我哋喺片頭都已經將成個花園拍攝咗一次㗎啦。
望落去好有一種度假 feel 喺度嘅。咁呢個房間咧，中央空調都已經係做好晒㗎啦，衣櫃就設嘅喺呢個位置，都係成排牆嘅。一邊男士用，一邊女士用，都已經係足夠㗎啦。如果成排牆仲唔夠嘛，左右兩邊仲有好多空間俾你哋去重新加裝多一個衣櫃都係足夠嘅。哇！呢個房間咧仲有一個好大嘅露台喺度嘅，我哋由視像打開門，略略咁俾大家去欣賞一下。由於而家落緊雨啊，我哋就唔方便行出去啦，因為唔太想整邋遢業主屋企入邊嘅嘢。咁出邊呢個露台啦，真係足夠你哋做一個屬於自己房間嘅私家小花園嘅。哇！真係非常之掂呢個房間。嗱，咁淋浴區就喺呢個位置啦，儀容儀表區、馬桶區，再行到呢個門過嚟，淋浴嘅位置，仲有呢個係浴缸嘅位置。哇！真係好闊落嘅。按照400平方使用率嘅獨棟別墅嚟講咧，好少有主人房嘅淋浴間係可以做到咁大嘅。咁2樓大致上係做咗2個套間房加1個陽台嘅。OK， 我哋再上去3樓欣賞一下。講咗咁耐，呢套獨棟別墅究竟喺邊度呢？就喺中山市三鄉鎮中心嘅位置，亦都係雅居樂車站嘅隔離，所以到時候呢，過去就可以坐直港通巴士去到香港好多地方嘅，非常之方便啊！3樓成層咧係做咗2個露台加1個套間房嘅。我哋首先欣賞一下入邊休息區嘅位置，都係非常之闊落嘅。呢度咧係女士嘅化妝區啦，咁化妝區隔離係成排牆嘅衣櫃嚟嘅。我覺得咁樣嘅設計係好適合女士嘅。化完妝咧就可以喺呢度攞衣服着啦。咁景觀咧都係東南嘅朝向，望到對面嘅小區啦，或者係遠處嘅藍天白雲啦，一啲綠植啦。其實呢個房間嘅景觀係非常之開揚嘅。喺呢個空間仲可以打造多一個大衣櫃出嚟嘅。OK， 呢度咧就係套間房嘅位置啦。儀容儀表台、馬桶區，呢度咧係淋浴區。其實呢個房間唔太適合做主人房嘅，2樓第2個房間會更加會合適啲。嗱，咁行到出嚟咧係第1個小陽台，7字形嘅。由於落雨啊，唔太方便行出去啊，呢個陽台都係非常之開揚嘅。7字形嘅設計做好晒遮光棚喺度噶啦，就算落雨都好啦。關咗呢個門咧，唔需要擔心滲水入嚟自己嘅休息位置啊。行到呢邊咧，仲有一個更加大嘅露台喺度嘅。正所謂住別墅，有花園有露台，大致上就係呢個獨棟別墅咁樣嘅來龍情況啦。OK， 呢棟別墅咧，主要係地面3層，亦都係介紹到尾聲啦。如果對呢個別墅有興趣嘅話，可以後台聯繫我去睇樓嘅，或者有你哋想知道，同時我又冇講到嘅情況底下呢，你哋都可以喺評論區留言，或者後台同我攞資料。